自往2024年9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慷慨献上上好的礼物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31章第20到21节。希西家照逐个祭司甲利未人的职务，重新组织因的班厝，互因通献烧化祭甲平安祭，搁伫上主圣殿的门内服侍，感谢上赞。王搁照伊的产业奉献牛羊做烧化祭，就是伫逐日早暗安息日，每月初一甲做期，照上主律法的规定献烧化祭。希西家命令耶路撒冷的住民供给祭司甲利未人应该得到的份额，互因专心执行上主律法的规定。命令一下出，以色列人就带真侪头水的五谷、酒、油、蜜甲远年的出产来，搁带逐项物的1/10来，数量真侪。住伫犹大的城的以色列人甲犹大人，嘛牵牛羊的1/10来，搁对圣化归上主，因的上帝的物摕1/10，他一堆一堆。对3月起，因将遐个物件踏做堆，到7月才结束。希西家甲众首领看到遐个囤积的物件，就称赞上主，祝伊的子民以色列。希西家对祭司甲利未人查问关系遐个囤积的物件的代志。撒督的后代大祭司阿撒利雅应讲：对人民带礼物到上主的殿以来，阮拢有够通食，搁剩真侪，因为上主赐福伊的子民，所以剩遮侪。希西家命令着伫上主的殿内准备仓库，因就准备。因诚实将礼物甲1/10的奉献，以及圣化归上主的物，拢搬入来。利未人哥兰雅负责这个事，伊的小弟示每做副主管。希西家王甲管理上帝圣殿的阿撒利雅，派亚歇、阿撒西雅、那合、阿撒赫、耶利摩、约撒拔、以利亚、伊斯玛基亚、马合甲比拉雅协助哥兰雅甲伊的小弟示每。圣殿东门的守卫利未人임나的囝可利，负责管理甘心献互上帝的物，搁分发献互上主的礼物甲遐个至圣的物。伫祭司的城有伊甸、米那民、亚苏阿、示玛雅、阿玛利亚、示加年，这人做伊的助手，忠实将人民的奉献照因的班厝，无论大小，分发互因的亲族。有登录伫家谱30岁以上的查甫人，以及逐日伫上主的殿照因的职务甲班厝底服侍的人，嘛分互因。因搁分互照宗族登录伫家谱的祭司，以及20岁以上照班厝执行职务的利未人。因搁分互全体会众中间登录伫家谱有需要抚养的家属，因的某、儿女，因为因忠实分别家己做圣。
搁为着住伫城外草埔的阿伦后代的祭司，伫逐个城有指派人将物件分予祭司家族的查甫人，以及有定落伫家谱的利未人。希西家伫犹太全地拢安尼办理，伊做上主伊的上帝看做好、正直、忠实的事。伊所做，无论办理上帝圣殿的事，遵行律法甲诫命，拢祈求伊的上帝，专心去做，就事事亨通。慷慨献上上好的礼物。几若年前，某一个拜六早起，阮全家做伙到旧的救命国际基督关怀协会做志工，协助整理二手的鞋仔、衫裤、册包仔等物资，互协会通甲遮的物件送到非洲，互当地欠缺物资的居民使用。因为当地环境、气候、文化会无共，协会特别公告捐赠的时要注意一寡事项，避免遮的物品无符合当地民众的需要。不过，阮伫咧协助整理的过程中，发现有袂少物件其实已经损坏，也是无适合。协会也因为安尼，必须额外花费人力、时间处理遮个行动粪扫的物件，送礼互人实在是一门学问。安怎送会好，搁符合对方需要，值得咱对信仰角度来反思。你是毋是有想过，送礼物也是参与上帝圣工的方式？希西家做犹大王的时，专心投入宗教改革，力图恢复对上帝的崇拜。今仔日的经文讲到，希西家重新组织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，甲圣殿职务分配予每一位祭司和利未人，确保逐项宗教事务拢得到适当的执行。所有的人拢会当各尽其职，为着要互祭司和利未人会当专心侍奉上帝，希西家率先捐献家己的牛羊，通做供应烧化祭的需求，搁吩咐耶路撒冷的居民供应遐个服侍者的需要。人民积极响应希西家的呼吁，欢喜献上礼物，作为参与服侍上帝的方式，互圣殿需要的物资丰盛有存。犹太人民送什么物件到圣殿，当希西家的命令一下来，人民就带真侪头水的五谷、酒、油、蜜，甲黄年的出产来，搁带逐项物的1/10来，数量真侪。带点犹太大乡镇的人拢牵牛羊的1/10来，搁对圣化归上主，因的上帝的物摕1/10，贴一堆一堆。人民奉献的礼物不断送入圣殿，坐甲贴敢若山，所以希西家搁吩咐祭司伫圣殿务必仓库间，也安排专门的人来专职管理遮的物资。对经文的讲述，通知遮的礼物有几个特色：第一是人民慷慨奉献的；第二是上好的礼物；第三，人民是用奉献予上帝的心献出遮的礼物。以前的时代资源相对欠缺，长辈要甲家己厝里种的菜送予厝边，也是送礼物予人的时，总是甲外观较水的、较青的，和上好的送予对方。若是较歹的、较差的，就留予家己用。
总是伫物资坐甲满出来的今仔日，真侪人却是用清仓大摒扫、定本扫的心态，甲物件捐互社福机构，譬如过期的食物、生菇，也是画底落架的袜仔、伤旧褪色也是破损的旧衫、无符合人需要的物件等等。今仔日的经文启示咱，爱用献互上帝的心，甲上好的礼物慷慨送互人，这也是咱服侍上帝的方式。默想，我用什么心态送出礼物，也是捐献物资？我用什么心态送出礼物，也是捐献物资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。有时阵我用清仓的心态，甲家己毋甜的物件捐出去，求你赦免我。未来我愿意用慷慨献出上好的礼物，互主的心意，甲礼物送互人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